细汉真正有代表，一定要清零了后，一定你来讨。啊，要讨，你爱用啥物形式？用你的方式。重点，因为重点就是咱可能来做迄个仪式，做了仪式，然后重点呢，通好培养互伊的因为咱慢慢咱过一世，做了无好势，你听，爱用人一定爱用，你无